在地人在地情，來看雲林元種鄉的青年農民吳學典回鄉種麥仔做麭，用麭來講土地故事，入選到100大青年農民。入選這屆100大青農的農友吳學典，6年前回來到家鄉元種，家己種麥仔甲토마토，佮用特別的方式來烘麭，推廣原型食食的觀念甲地方特色。我是從小麥把它磨成麵粉，到做成麵包，這一條龍的一個加工產業，在農村製造這個價值，也守護這個價值，讓更多年輕人可以循着這個方式回到農村去，跟你的家鄉農業去做斜槓。伊嘛積極參與社區的公共事務，規劃旅行、實農體驗，替家增加更較儕活力，嘛展現農業經營無同的方向。這一次的入選哈，也是凸顯說一個青農在一個農村扮演的角色，他的影響力可以擴及到什麼樣的程度？借由他的經驗啊，讓我們其他的青農有一個學習的榜樣，然後跟着他的腳步，然後帶領更多的青農。回來故鄉打造品牌，吳學典和更較儕人熟悉雲林優質的農產甲土地價值。